快翻嘅，一個人食自助餐要幾耐啫？一個人點解？唔講啊，入房。我去洗埋隻手，煮埋餐飯。成個人君子不立危牆下，有事要識閃。但你個 KOJ 俾人險纏，我搏埋條老命都要救㗎啦！如果我閃咗啊，你個老細命仔不保啦！阿 Man Sir 真係幾似你老豆，我啱講講佢，咁個 KOJ 咧有啲幾似你阿媽喎。哇！你再講一次。你兩個咧做咗佢爸爸媽媽。喂，阿陳。係啊，計小姐，早排咧你咪問過喺英國嗰邊咧喺銀行開戶有咩手續嘅？嚇。我同你 check 過啦，都係要你自己親身去先可以開到，同埋今個月底前過到去開戶咧就可以永久免手續費添。哦，知道。啊，我再覆返你啊，唔該。係咪可以唔走咧？阿陳啊，你咪叫我月底快翻嘅，一個人食自助餐要幾耐啫？一個人點解？唔講啊，入房。我去洗埋隻手，煮埋餐飯。成個人君子不立危牆下，有事要識閃。但你個 KOJ 俾人險纏，我搏埋條老命都要救㗎啦！如果我閃咗啊，你個老細命仔不保啦！阿 Man Sir 真係幾似你老豆，我啱講講佢，咁個 KOJ 咧有啲幾似你阿媽喎。哇！你再講一次。你兩個咧做咗佢爸爸媽媽。喂，阿陳。係啊，計小姐，早排咧你咪問過喺英國嗰邊咧喺銀行開戶有咩手續嘅？嚇。我同你 check 過啦，都係要你自己親身去先可以開到，同埋今個月底前過到去開戶咧就可以永久免手續費添。哦，知道。啊，我再覆返你啊，唔該。係咪可以唔走咧？阿陳啊，你咪叫我月底快翻嘅，一個人食自助餐要幾耐啫？一個人點解？唔講啊，入房。我去洗埋隻手，煮埋餐飯。成個人君子不立危牆下，有事要識閃。但你個 KOJ 俾人險纏，我搏埋條老命都要救㗎啦！如果我閃咗啊，你個老細命仔不保啦！阿 Man Sir 真係幾似你老豆，我啱講講佢，咁個 KOJ 咧有啲幾似你阿媽喎。哇！你再講一次。你兩個咧做咗佢爸爸媽媽。喂，阿陳。係啊，計小姐，早排咧你咪問過喺英國嗰邊咧喺銀行開戶有咩手續嘅？嚇。
我同你 check 過啦，都係要你自己親身去先可以開到，同埋今個月底前過到去開戶呢，就可以永久免手續費添。哦，知道。啊，我再覆返你啊，唔該。係咪可以唔走呢？阿陣啊，你咪叫我月底快返嘅，一個人食自助餐要幾耐啫？一個人點解？唔講啦，入房。我去洗埋隻手，煮埋餐飯。成個人君子不立危牆下，有事要識閃。但你個 KOC 俾人險纏，我搏埋條老命都要救噶啦。如果我閃咗，你個老細命仔不保啦。阿 Man Sir 真係幾似你老豆，不過講佢，咁阿 Kel 姐咧，有啲幾似你阿媽喎。哇！你再講一次。你兩個咧，做咗佢爸爸媽媽。喂，阿陳。係啊，計小姐，早排呢，你咪問過喺英國嗰邊呢，喺銀行開戶有咩手續嘅？嚇。我同你 check 過啦，都係要你自己親身去先可以開到，同埋今個月底前過到去開戶呢，就可以永久免手續費添。哦，知道。啊，我再覆返你啊，唔該。係咪可以唔走呢？阿陣啊，你咪叫我月底快返嘅，一個人食自助餐要幾耐啫？一個人點解？唔講啦，入房。我去洗埋隻手，煮埋餐飯。成個人君子不立危牆下，有事要識閃。但你個 KOC 俾人險纏，我搏埋條老命都要救噶啦。如果我閃咗，你個老細命仔不保啦。阿 Man Sir 真係幾似你老豆，不過講佢，咁阿 Kel 姐咧，有啲幾似你阿媽喎。哇！你再講一次。你兩個咧，做咗佢爸爸媽媽。喂，阿陳。係啊，計小姐，早排呢，你咪問過喺英國嗰邊呢，喺銀行開戶有咩手續嘅？嚇。我同你 check 過啦，都係要你自己親身去先可以開到，同埋今個月底前過到去開戶呢，就可以永久免手續費添。哦，知道。啊，我再覆返你啊，唔該。係咪可以唔走呢？阿陣啊，你咪叫我月底快返嘅，一個人食自助餐要幾耐啫？一個人點解？唔講啦，入房。我去洗埋隻手，煮埋餐飯。成個人君子不立危牆下，有事要識閃。但你個 KOC 俾人險纏，我搏埋條老命都要救噶啦。如果我閃咗，你個老細命仔不保啦。阿
阿 Man Sir 真係幾似你老豆。我講佢，咁阿 Kel 姐咧，有啲幾似你阿媽喎。哇！你再講一次。你兩個咧，做咗佢爸爸媽媽。喂，阿陳。係啊，計小姐，早排咧你咪問過喺英國嗰邊咧喺銀行開戶有咩手續嘅？我同你 check 過啦，都係要你自己親身去先可以開到，同埋今個月底前過到去開戶咧就可以永久免手續費添。哦，知道。啊，我再覆返你啊，唔該。係咪可以唔走咧？阿陣啊，你咪叫我月底